哦，你水被牛子拿走了，你去找他嘛。不是，老子也干嘛？没带水，谁带水了？我都看到了，你给我吧。给。哎，你给我。求我，求我。你有病吧？求我。不要了。又欺负丁丁。我听说男生经常欺负同一个女生，就说明别乱讲。给你。Tomorrow. 你干嘛？你回去屋子走跳舞？要你管？哎，怎么到我？是不是有病啊？哥，学校有男生欺负我，敢欺负我妹妹，明天我去你们学校找他谈谈。The next day. 刘志，你让开！就不让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你就是刘志是吧？就你欺负我们的丁丁？不是，我没有。来，你给我出来一下来。哎，这是谁家的巧克力啊？没人，我吃了哦。哎，刘。